家文化和舞蹈该如何结合呢？光环舞集的创始人客家籍的刘少庐，在离开了云门舞集之后，他花了27个年头，不断的实验创新，终于在舞台上激荡出令人惊艳的火花。今天感动时刻的镜头，我们要透过少庐的肢体律动，体验客家精神。客家山歌结合舞蹈，舞者们卖力展现肢体，一旁的刘少庐专注指导。慢下来，偶尔还要加入舞者的行列，跳上一段。整出舞马顿时更具生命力。结合客家元素和肢体律动，光环舞集呈现的舞蹈当中，常常可以看见客家文化的影子。这出身体的声音7段舞融入客家话、客家歌，创意来自舞团创始人，同时也是客家人的刘少庐。心路历程就是跟舞者成长，他们都跳舞非常好。那个舞蹈啊，不是靠我一个人在创作，靠很多人在创作。因为我在想，1+1等于2，1+1+1等于3，就那个累积，那个在舞台上会呈现那种磁场的增加。一个动作，一句话语，刘少庐浑身散发艺术气息。与众不同的是，这还融入了客家的坚毅精神。最初他加入云门舞集是创始成员之一，27年前自立门户，创立光环舞集，希望透过舞蹈传承客家文化，还曾经拿下国家文艺奖。人家讲七江哦，就那个景是很直的，就择善固执，就觉得对的话，就一辈子会奉行这样子。然后老人的话一定要听，田可以卖，跟老人的话不可以忘。爱客家的心感动了团员。舞团中虽然只有刘少庐是客家人，但其他团员却也愿意学客家话，唱客家歌。明8点45集合哈，记得。舞团人数虽少，心却很大。刘少庐用一己之力带领团员跳上舞台，也把客家带上舞台。一段对白阐述客家文化的深度，一支舞蹈跳动客家文化的活力。炽热的心深爱客家，当刘少庐走上舞台，也带给台前你我感动时刻。